后来政府要来开放有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来进口，引起着各界的反弹。各大民间团体召开着记者会，强力来批评政府无科学的证据，嘛无完整的风险评估，到目前来开放。现场甚至有家庭主妇抱囡仔做伙来参加，反对政府摕囡仔未来换取利益。这儿童科的医生讲，3肉精对儿童的影响，即摆伫国际上的研究也阁真欠缺，无应该互囡仔来承受着未知的风险。不要读书。民间团体代表人徛几排，手提抗议的棒仔，大声喊口号，对政府开放有加肉精的猪肉入来，真不满。猪仔吃了1个月哦，1个月的问题这大堆，死亡率猝死的死亡率这么高，爱讲的猪啊，哪有咱人吃？政府甲我讲，迄无代志，我甲国卫报告，迄绝对好笑的就对了。牧场的负责人抗生是讲，台湾猪农足无简单，才对口蹄疫的疫情行出来。但是即马政府又搁开放加肉精，互猪农感觉足委屈的，甚至有家庭主妇爱1岁半的查囝参加。伊讲开放美国猪肉是替囡仔未来做交换。大家都说保护营养午餐，那小朋友的幼儿园呢？育婴中心呢？我小孩子送去保姆家，我能确定他们不会吃到毒猪肉、毒牛肉吗？你们天天3顿吃它3个月，告诉我有没有害处？部分的医生和专家强烈反对，因为加肉精对人体影响、风险的评估和科学的证据拢无够，无应该无经过立法院就开放。政府想要开放美国加肉精的猪肉进口，民间的团体有反对的意见，政府嘛要加听大家的心声。